廣講聖經，我哋一齊嚟讀聖經，分享讀經感想同埋思想問題。希望你會鍾意聽，讓廣講聖經陪住你，每日喺舊約學習真理，可以喺生活中實踐。請你訂閱，亦都介紹俾家人、朋友、弟兄姊妹啦。但以理書第7章1至到14節。上一章講到大家都好熟悉嘅但以理喺獅子坑嘅故事，係一個好清楚嘅見證，俾我哋學習忠心侍奉嘅榜樣，同埋神點樣彰顯佢嘅主權。嚟到呢一章就完全唔同啦。呢章開始比較難明白，內容有好多異象同預言，用好多象徵嘅圖像去描述將來嘅歷史同神嘅計劃。喺呢一章，但以理見到4隻大獸係代表乜嘢呢？佢又見到亙古長存者同人子嘅出現，又係乜嘢意思呢？呢啲畫面唔單止係解釋歷史，更加係指向神嘅永恆旨意。讀呢章嘅時候，特別有3方面可以留意。第一，異象嘅內容，4隻獸分別代表乜嘢呢？同之前尼布甲尼撒嘅夢見到好巨大嘅像有乜嘢關聯呢？第二，一位好似人子，佢嘅身份點樣同新約入面嘅主耶穌聯繫呢？第三，神國嘅結局，雖然地上國度會起起跌跌，但係最終勝利嘅係屬於神，同我哋今日身處世界好有關聯，讓我哋喺混亂罪惡嘅世代中仍然有盼望，可以堅守信心，仰望神最終嘅得勝。呢一章嘅4獸異象同第2章嘅巨像首尾呼應，但係今次唔係尼布甲尼撒嘅夢，而係但以理自己嘅夢。當時係伯沙撒元年，即係話時間上仲早過上一章。點解倒翻轉寫嘅呢？可能因為前6章主要係歷史性嘅記載同見證，而第7章開始就進入一連串嘅異象。伯沙撒係喺巴比倫攝政，因為拿波尼度王去咗提馬隱居。伯沙撒元年就係大約主前552年，當時波斯嘅塞魯士剛剛崛起，仲睇唔出有乜嘢能力威脅到巴比倫。但喺13年之後，波斯將會攻陷巴比倫，成為空前嘅大帝國。呢章嘅內容都幾沉重啊，所以為咗慢慢消化，我哋分開上下2部分嚟睇。喺寫作結構方面係一個交錯對稱，包括序言、異象啦，然後詩段係中心，係15、16節嘅疑問，跟住就有講解同埋結語。讓我哋先嚟讀1至到14節，睇下個異象嘅內容。當你一路讀經文嘅時候，用下你嘅想象力啊，幻想一下但以理睇到啲乜嘢啦。但以理書第7章上半，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，但以理喺床上做咗一個夢，腦中出現咗異象，就將夢記錄落嚟，講述其中嘅大意。但以理話：我喺夜間嘅異象中睇見天風四面吹嚟，攪動大海。接住4隻巨獸從海中上嚟，各有唔同嘅形狀。第一隻獸好似獅子，但有鷹嘅翅膀。我觀看嘅時候，見佢嘅翅膀被拔掉，佢被扶起嚟，好似人一樣，雙腳站喺地上，亦都被賦予人嘅頭腦。第二隻獸好似熊，用2隻後腿站立，牙齒間叼住3根肋骨，有聲音對佢話：起嚟啦，多吞吃肉啦。之後我繼續觀看，見仲有一隻獸好似豹，背上有4個好似鳥翼般嘅翅膀。呢隻獸有4個頭，亦都被賦予權柄。之後我喺夜間嘅異象中睇見第4隻獸，恐怖可怕，極其強壯，用大鐵牙吞食，咬碎獵物，用腳踐踏所剩嘅。呢隻獸同前3隻獸唔同，
佢有10個角。我觀看呢啲角嘅時候，見其中長出一個小角，先前嘅角中有3個被連根拔出，讓佢取而代之。呢個小角有人嘅眼睛同講狂言嘅口。我睇見寶座已經設立，上面坐着亙古長存者，佢嘅衣服潔白如雪，頭髮好似純正嘅羊毛。佢嘅寶座係火焰，寶座嘅輪係烈火。從佢面前流出火河，侍奉佢嘅有千千，侍立喺佢面前嘅有萬萬。佢坐下要審判，案卷已經展開。我繼續觀看，見嗰隻獸被殺，身體被毀，亦都被扔進火中，因為佢嘅小角口出狂言。至於其餘嘅獸，佢哋嘅權柄都被奪去，但獲准再存活一段時間。我喺夜間嘅異象中睇見一位好似人子嘅，駕着天雲而來，到亙古長存者嗰度，被引到佢面前。佢得到權柄、榮耀同國度，各族、各邦、各語種嘅人都要侍奉佢。佢嘅統治直到永遠，冇窮盡，佢嘅國度永不滅亡。我哋讀完半章嘅經文啦。但以理嘅夢開始係一個恐怖嘅異象，有黑夜、大海同4艘。大海代表混亂同埋冇秩序，象徵人類嘅世界。有啲好似以賽亞書喺第17章嘅形容，列國喧囂，好似怒海洶湧，萬民騷動，好似洪水滔滔。佢夢見喺夜裏，天風四面吹起，攪動大海，代表世界會陷入動盪不安。有4隻大獸從海中上嚟，顯示佢哋都係嚟自人類嘅世界。第一隻獸兼備獅子嘅威嚴同鷹嘅能力，就好似先知耶利米喺耶利米書第49章形容過嘅尼布甲尼撒。呢隻獸象徵嘅就正係尼布甲尼撒所建立嘅新巴比倫帝國。獅子代表威嚴同統治權，鷹嘅翅膀代表快速同能力，而翅膀被拔掉可能象徵巴比倫迅速衰落。佢被扶起嚟，好似人一樣，雙腳站喺地上，亦都被賦予人嘅頭腦。和合本就譯做好似人一樣，又得到人嘅心，意思係變成人形，權力受限，有一個更高嘅權柄介入，令呢隻獅子失去狂傲嘅野性，而得到謙卑嘅理性。正如尼布甲尼撒被神管教之後嘅經歷。可能就係咁解，用人工智能整出嚟嘅呢隻獸嘅圖睇落唔係太兇猛，可能就係想表達佢已經被神馴服，被神謙卑咗啦。喺啟示錄裏面講到嘅海獸，亦都有口好似獅子嘅口。第二隻獸好似熊一樣，食量驚人，就係比喻版圖疆域空前龐大嘅波斯帝國，牙齒間叼住3根肋骨。代表佢已經吞咗3個主要嘅獵物，正如波斯喺攻陷巴比倫之前所征服嘅馬代、小亞細亞同中亞。有人吩咐佢話：起身吞食更多嘅肉啦，就表明有更高嘅權柄，容許佢繼續征服其他地方，包括巴比倫同埃及。喺啟示錄裏面講到嘅海獸，亦都有腳好似熊嘅腳。用人工智能整嘅獸圖睇落越嚟越兇猛啦。第3隻獸好似豹一樣，動作極之迅速，就好似亞歷山大閃電般咁征服世界。佢背上有4隻鳥翼，象徵佢嘅速度更加快。佢有4個頭，代表呢隻獸向4方去尋找獵物，試圖征服整個世界。佢被賦予權柄，表示佢由更高嘅能力管轄，並非依靠自己嘅本事得到權柄。喺啟示錄裏面講到嘅海獸，亦都有好似豹嘅形狀。
呢張人工智能圖就真係最恐怖啦，可能兒童不宜，唔好意思。但以理形容第四隻獸恐怖可怕，極其強壯，非常兇猛。佢有大鐵牙，令我哋諗起第二章講嘅巨象有一對鐵腿。佢頭上有10角，象徵從呢個國家會興起10位王。啟示錄裏面講嘅海獸亦都有10隻角，每隻角上都戴住一個冠冕，代表10王。其中又長出一隻細嘅角，之前嘅10角中有3隻被連根拔出，代表嗰啲王嘅能力同勢力被呢隻新出嘅小角取代。呢隻小角有人嘅眼睛同講狂言嘅口，象徵有人類嘅觀察力同智慧，而且會口出狂言，好似人類花言巧語同狂妄自誇，靠舌頭制勝。喺啟示錄入面講嘅海獸都係開口褻瀆神嘅名，神嘅居所同一切居住喺天上嘅。呢4隻獸分別代表歷史上興起又衰敗嘅帝國，每一個都象徵住唔同嘅權勢同人類嘅驕傲。帶翅膀嘅獅子代表尼布甲尼撒所建立嘅新巴比倫帝國，熊代表波斯帝國，豹代表亞歷山大帝國，而第4隻獸可能係代表希臘同羅馬帝國，然後一直延續到末世。睇呢章嘅下半部經文，我哋可以再讀多啲。由呢4隻獸代表嘅興起同衰落，我哋可以明白到，就算最強大嘅帝國、最驕傲嘅權勢，喺神眼中都唔會永遠存在。人嘅驕傲同野心暫時睇落好輝煌，但如果唔敬畏神、唔信服神，遲早都會被矯正，甚至被滅亡。呢個唔單止係歷史嘅教訓，亦都係對我哋自己嘅提醒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中，無論係工作、學業、家庭定係社交圈子，都好容易崇拜權力、依賴人同自己嘅能力。喺神眼中，呢啲都係短暫同脆弱嘅，隨時可以被神攞走。真正嘅力量同穩固係嚟自敬畏神，與神同行。喺但以理嘅異象中，場景突然由地上轉到天上，天上嘅秩序同美麗同大海嘅混亂黑暗形成強烈對比。但以理見到有寶座已經設立，上面坐着亙古長存者，佢嘅衣服潔白，頭髮純正好似羊毛，代表神嘅聖潔同高貴。寶座係火焰，座輪係烈火，可能係神嘅戰車式寶座，象徵公義同威嚴。從佢面前流出火河，象徵神刑罰嘅大能。侍立侍奉者千千萬萬，亙古長存者就係最高嘅審判官，展開案卷，審判即將開始。就好似詩篇第9篇第7節講嘅，耶和華永遠掌權，佢已經設立施行審判嘅寶座，佢要以公義審判世界，喺萬民中伸張正義。就好似啟示錄入面，使徒約翰見到嘅異象，鏡頭可以四圍轉，由天上到地下，又翻去天上。但以理都係一樣，場景又再轉翻去地下。佢睇到天上嘅審判係因為地下嘅結果。第4隻獸因為佢嘅小角口出狂言，所以被殺，身體被毀，被掉喺火中。另外3隻獸仍然存在，但權柄都被奪去，獲准再存活一段時間，因為歷史未完結，最終嘅時候未到，要等到所定嘅時日。呢個情況同啟示錄千禧年國度有好明顯嘅連結。敵基督已經被活活咁扔喺燒着硫磺嘅火湖裏面，國度嘅權柄已經歸於基督。但係地上四方嘅列國仍然要到1000年之後，千禧年結束先至經歷最後嘅審判。咁對於我哋嚟講，有乜嘢提醒呢？而家我哋睇到邪惡好似一時得勢，點樣持守信心等待神嘅審判呢？我哋要相信
邪惡勢力已經受限，真正嘅審判雖然仲未完全落實，但天國嘅律法已經掌管地上。喺千禧年國度，所有地上四方嘅列國都會信服天國嘅律法，都要服從神嘅公義。我哋唔好因為眼前世界嘅亂象或者惡人暫時得勢就心灰意冷。神已經掌權，佢嘅審判同國度終必實現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每日信靠神，持守正直同公義，活出愛同謙卑嘅生命。即使好似冇乜能力改變大環境，我哋嘅選擇同行為都可以反映天國嘅價值，等神嘅公義慢慢彰顯喺我哋身邊嘅人同社會之中。之後，但以理睇到嘅異象場景又再次由地上轉到天上，佢見到有一位好似人子嘅駕住天雲嚟，被領到亙古長存者嘅面前。人子喺原文係世人，希伯來文直譯就係亞當之子、塵土之子或者人類之子。舊約用嚟強調被造者同造物主之間嘅對比。每個人都應該正確認識自己係人子嘅地位，唔可以自高自大。但係呢一位好似人子嘅，都只係好似人子。正如之前講嘅嗰啲獸，只係好似獅子或者熊一樣。奇妙嘅係呢位好似人子嘅，竟然駕住天雲而嚟。呢一幕令我哋諗起主耶穌所預言嘅：你哋會見到人子坐喺大能者嘅右邊，駕着天上嘅雲降臨，亦都係神嘅榮光喺西乃山顯現嘅方式。耶和華嘅榮光喺雲彩中顯現。佢被領到亙古長存者嗰度，代表接受萬王之王嘅冊封。以前係四個獸擁有咗權柄，將來權柄必被賜予呢位好似人子嘅。以前嘅四王缺乏人性，將來王權會歸於擁有真正人性嘅呢一位。佢擁有人性，能夠體恤我哋嘅軟弱。佢身上冇種族、國籍或者語言嘅分別，佢代表所有至高者嘅聖民，就好似大祭司代表以色列全體，而佢代表嘅聖民將會同佢一齊作王，就好似提摩太後書第2章12節鼓勵我哋話：若果能夠忍耐，亦都必同佢一同作王。亦都好似啟示錄第20章俾我哋嘅盼望話：有好多嘅寶座上面坐着嘅人得到審判嘅權柄，佢哋係為基督做見證，一同復活，同基督同掌王權1000年，唔會喺第二次死亡嘅權勢之下。佢得到權柄、榮耀同國度，亦都包括最後審判嘅權柄。佢有聖潔嘅儀表、火焰嘅寶座，同無數人侍奉佢，令人心生敬畏。而展開嘅案卷亦都令人驚懼。佢嘅統治直到永遠，冇窮盡，佢嘅國度永不滅亡。所有人可以透過呢位好似人子嘅，重得回從前失落嘅地位，實現神創造人嘅目的，治理全地，而且比以前更加豐盛。呢個真係提醒我哋，神睇重人，佢顧念我哋，即使我哋渺小脆弱，都可以被揀選參與佢永恆嘅計劃。我哋真係唔可以唔驚嘆話：人算乜嘢？你竟然顧念佢；世人算乜嘢？你竟然眷顧佢。呢段經文對你有乜嘢安慰同盼望呢？當你面對自己嘅軟弱、局限，或者覺得力量不足去影響世界，而人類政權又不斷更替混亂，你會唔會因為好似人子嘅呢位救贖掌權者而重新得力，謙卑而又有盼望咁活出神創造你嘅目的呢？呢章未講完嘅，請留意下半章有更多嘅討論同學習啦。願神祝福你。